一个空间想象中这个1000年、2000年的佛陀，或者是在这个印度后来的灵性的一个宗教环境里面。那接下来这个周曼老师呢，再来这里讲个好不好？我们周曼老师帮我们表演的是祈祷，那当然就是也是跟神有关，那他就是直接跟本真就是维希纳神，就是维希纳神的一个本真，就是维希努来做一个奉献的一个舞蹈。那这个舞蹈里面就是说呢，有很多这个北克卡萨克舞蹈里面的技巧，大家看他的衣服跟有很大的不同，他的里面中间有说到这个中亚苏菲表演，你看新疆舞蹈。你看这个中亚的舞蹈有很多这样的翻转，但它有些还是，但是怎么说呢，还是艺术风格。然后他等一下，希望在他在表演这个很多高难度的技巧，我不知道他到底能赚几天啊？他看观众给他掌声，你到时候赚钱的时候，你看说完不错就给他掌声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这个我们双语老师。